今個星期我哋繼續用塔羅一齊分析下中年好聲音4嘅參賽者嘅，可以入到去下一彎。咁跟住就開始會有導師制啦。咁其實佢喺導師制嘅時候，佢會吸收下經驗啦。佢可以應該再行到多1-2轉咁樣嘅，咁要睇下佢嚟緊喺導師嗰度嗰個進程係點樣啦。因為去到聖杯5呢個呢，你話佢走得好遠呢，我又覺得未必啦。有可能呢，佢都係嗰個感情方面啊，或者可能真係未去到可以唱到首歌太走心，令到評判可以俾到好高分嗰隻咯。如果呢兩張牌會俾我嘅感覺，咁睇下佢嚟緊會唔會可以感情方面再加重啲，可以令到佢嘅分數會高啲咯。咁佢其實係好有自信嘅，所以變咗佢唱歌嗰方面呢，佢亦都可以憑住佢自己呢一個咁有自信嘅方式，佢自己好清楚佢自己個優勢喺邊度，個優點喺邊度，佢亦都可以將佢呢一個優點去譬如放喺佢揀歌啦，演繹首歌啦，所以變咗佢出到嚟嗰個效果係好多評審都會好欣賞。嚟緊陸陸續續應該佢開始用分數去計嘅時候，我覺得佢啲分數應該都會幾理想咯，都會可能帶俾大家好多驚喜嘅。因為尤其是佢擁有晒塔羅牌嘅4大元素喺手咧，咁我相信佢都應該有好多招數會出到，係會帶俾大家好多驚喜，好多好歌聽。咁我覺得佢一路喺呢一個比賽裏面應該都可以一路嗰條路都會幾好幾理想，可以行到都幾長遠下。咁嚟緊呢應該戰況都會幾激烈㗎，咁所以呢佢都會紮行個馬，就希望可以穩守住，可以一路令到佢可以行得遠啲啦。咁而佢實力基本上都可以好平穩好穩定嘅，我覺得咁佢只不過就係嚟緊可能因為個戰況比較激烈啦，咁相對地可能佢自己都對自己有個要求啊，佢都會俾自己有啲壓力啦，就係希望可以攞到更加好嘅成績啦，或者自己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咁變相唯一一樣嘢我會覺得唔知佢會唔會嚟緊可能調翻轉係佢自己俾自己好大壓力，可能喺某一啲位嘅時候佢想可能挑戰一啲再難度高啲嘅歌，希望去攞一啲高啲嘅分，而有個風險佢係會有機會失準。咁呢一個要睇下，希望佢喺嚟緊嘅時候遇到可能某啲位佢真係可能啲競爭對手太強啦，佢要使出武器嘅時候要留意翻呢一點，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咯。其實佢嘅實力應該係可以穩穩定定咁佢係一個好有自信好有火，咁佢對音樂應該都會係咁樣嘅心態，亦都好有熱情，咁佢好有創作力啦，咁藝術天分啦，咁所以變咗佢應該做呢個音樂製作人係好啱嘅，咁佢應該都會有做咗好多好多嘅創作自己嘅作品喺手啦，咁所以佢今次參賽嘅時候都有講話即係都會陸續可能會拎啲創作嘅歌曲可能嚟比賽嘅，咁但係呢一個呢，我就會覺得要睇返啦。因為譬如好似佢今次咁啦，佢嗰個創作歌佢可能去到某啲位佢拿捏唔到，就反而失咗準嘅。咁始終中四係一個歌唱比賽，就唔係創作嘅比賽啊。咁所以要留意返，如果譬如嚟緊佢真係攞原創歌去比賽嘅時候，一定要係嗰首歌可以佢自己可以控制到，表現到佢唱歌個優勢先至好用。如果唔係就真係唱返其他歌手嘅歌，佢先至可以行得遠啲咯。咁睇返兩張牌呢，我就覺得似乎佢嗰個勝算就唔大喎。有機會呢喺130強完咗之後，要去選擇淘汰同埋晉級嘅話呢，佢好大機會係會被篩走，可能係要淘汰嘅。咁但係呢，就先唔好咁灰心住。某程度上係因為今次嘅參賽者呢係個實力太強，波濤洶湧，所以變咗呢，佢就迫不得已就冇辦法係要被篩走嘅啫。咁再加上呢，可能佢嗰個唱歌嗰個實力未夠穩定啦，今次係出現嗰個失準，所以就會咁樣嘅情況咯。
咁當然希望佢有機會進到級啦。咁如果進咗級之後嘅話呢，咁就再嘗試盡量吸取多啲經驗啦。就算睇下行得到幾遠之後再被篩走嘅時候，起碼都攞咗經驗走。其實佢本身呢，佢係好有自信啦，都好有火嘅喺唱歌呢方面。佢亦都好 enjoy， 好自得其樂喺佢呢一個唱歌嘅世界裏面嘅。咁佢亦都係累積咗可能有好多嘅唱歌嘅經驗啦，咁所以佢都有返相對地嘅實力喺呢方面嘅。咁只不過就可能佢嚟緊佢要加大啲佢嗰個熱情咯。因為如果譬如你太自得其樂喺自己嗰度，你將你首歌嗰個意境你要輸出去感動你嘅觀眾，感動個聽眾，咁你先至會有多啲嘅支持者，你個分數先會有機會高咯。有好多方面想睇下點樣可以演繹首歌會做到更好，或者佢會對嚟緊譬如中四一路行落去啊，或者自己可以喺唱歌呢方面嗰個發展可以去到點樣啊？而佢自己而家做緊嘅又點啊？即係佢會好多呢啲咁樣嘅諗法去預示究竟係會點樣嘅。而嚟緊佢要面對喺中四一路行落去啦，咁佢亦都可能因為佢太多諗法咧，佢好想做好自己咧，佢都會俾好大嘅壓力去自己咁樣嘅。咁要留意翻咯。放鬆翻個心情，其實如果你譬如權杖9嚟講呢，其實下一個就已經10，其實你距離嗰個成功嗰個位置唔係好遠嘅，你有能力可以去到嘅，但係就千祈唔好俾自己個壓力越嚟越繃緊，而影響咗嗰個出嚟嗰個效果，影響咗自己嗰個發揮啊、個狀態啊各樣嘢咯。今次嘅舞台上面佢未發揮得到出嚟，俾人睇到佢嘅優點啊，咁變咗就可能喺呢個比賽當中，佢對比有可能其他嘅更加強嘅參賽者啦，佢變咗就嗰個形勢就會弱咗咯。唔排除佢喺130強嘅比賽完咗之後，當佢去到淘汰嗰度呢，可能佢會係被篩走嘅一個。咁呢個就要睇下佢過唔過到呢一關啦。咁如果譬如佢真係過到呢一關，有機會入到去導師賽嘅時候呢，佢要多啲去向導師去睇下點樣可以令到佢唱歌嗰度提升咗啦。咁無論佢過唔過到呢一關啦，其實佢自己相對地嘅經驗係有喺度嘅。佢喺其他第啲舞台，佢一樣都可以發揮得更加好。好，咁我哋總結一下今晚大灣區嘅結果先。咁今晚呢就係有9位參賽者嘅，咁分別係有2位5盞燈，咁佢哋就係豬豬同埋雷小雷兩個直接晉級嘅。咁入咗待定區嘅呢就會有6位，咁4盞燈嘅有2位啦，李靜芝同埋戴毅；3盞燈嘅亦都有2位，范順安、黃毅輝；2盞燈嘅亦都有2位，李奧同埋金子倫嘅。咁而1盞燈嘅呢，阿易天就會係直接淘汰咗啦。咁今晚大灣區嘅比賽就完咗啦。咁下一次呢，就做到 TVB 嘅藝人嘅啦。咁我哋拭目以待。今集惺惺相惜同大家傾到呢一度啦。咁走之前提一提大家，如果未訂閱嘅記得訂閱撳鐘仔。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啦，讚好啦，留言啦，分享啦。咁下次再見，拜拜。